大家好啊！歡迎收睇由耀才證券主辦、發興證券全力支持嘅大時代下輪證如何部署網上投資講座啦。我係主持人鍾慧欣 Janet， 大家好。我身邊嘅嘉賓啦，就要介紹一下啦。就係嚟自發興證券上市產品銷售部副總裁 Eva 喺旁邊啦。就係蔡秀紅小姐，以及就係我哋嘅事務總監郭 Sir 郭思治先生喺旁邊㗎。Hello， 兩位你好，大家好啊！係啊，大家好啊！咁見到就係兩位咁重量級嘅嘉賓啦，坐喺我身邊。咁生榮嘅配搭就知道，以下落嚟嘅時間啦 ，Eva 就會用一個嘅輪證專業嘅角度，加上郭 Sir 喺大市啦同埋一個嘅正股方面嘅分析，全方位捕捉翻呢，就係港股喺大時代之下啦，係點樣可以遇到一個投資嘅機遇㗎？多謝晒兩位嘅嚟臨先啊！事不宜遲啦，我哋見到郭 Sir 一定要問下郭 Sir 咧，就係嗰個市況先啦。嗱，見到啦，恒生指數今日嚟講咧，大市係向好㗎，最終啦升翻220點咁多嘅，報喺26,907點嘅位置啦。嗱，郭 Sir 見到咧就係嗰個成交金額咧，好似今日嚟講就顯著縮減咗啊，得翻1243億嘅啫。我就想問下啦，近排個市況即係大家都話係咪好難捕捉翻呢？因為受到好多不利嘅因素，嗱，好似就係話而家港股啦，又話 A 股化啦，即係 A 股又暫時未能去納入呢一個嘅 MSCI 新興指數啦。另一邊廂又話要擔心翻咧外圍希臘方面嘅情況啦，又驚緊加息等等呢個問題。咁所以就話啦，短線方面咧好難去部署喎。少少不明嘅。第一就係美國嘅加息嘅因素咧，我根本上就唔憂慮，因為你聯邦基金利率0到0.25厘，每次加四分一厘啊，其實嚟講對金融市場對經濟係唔會有影響㗎。希臘債務問題，更加就小兒科啦，只係會困擾住成個金融市場。但係希臘嘅債係好細嘅啫嘛，幾百億歐羅。再講啊，歐洲央行已經係啟動咗嗰個量化貨幣嘅政策嘅個規模達到1萬億㗎啦嘛，每個月600幾億，即係話咧事件根本上唔會影響得太深遠㗎。咁至於你話 A 股被納入嗰個 MSCI 指數咧，其實嚟講今年啊可能唔係咁成熟。但係出年係有機會㗎嘛，所以咧對金融市場嚟講影響唔係咁大。況且咧 A 股嘅上升唔係因為咧係有機會被納入 MSCI， 相反嚟講係由政策去驅動，所以令到咧民間嘅資金咧係高度咁樣熱衷去咁樣嘅炒作㗎嘛。即係話種種嘅不明朗因素咧，其實影響都唔係咁大，反為咧就係政治嘅氣候嘅唔穩定、唔明朗，就令到資金入市態度咧有少少卻步。嗱，睇翻個市啦，其實咧今日係第3日恒指咧係跌穿條50天嘅平均移動線，而且10天線今日亦都跌穿條50天線，比着以往咧呢個係一個中期調整，而且咧個信號係好差㗎。但係即使係咁咧，我都唔覺得個市會跌得太多。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往後都仲有個深港通，而且咧 AH 股嘅差價咧係越拉越遠㗎。而最緊要一樣嘢係上一陣嘅大市嘅上升咧，唔少機構性投資者咧係喺27,000樓上先至入市㗎，所以呢陣市係技術上係不明，我最多咁樣講。況且6月份係先高而後低，而琴日嘅指數咧亦都輕輕跌穿咗4月9號遺留落嚟上升裂口嘅頂部，係有條件，亦都有機會咧深啲咁多嘅調整㗎。但係到最後17號之後，如果政改唔理呢個結局係點都好咧，始終要睇翻一啲基本因素，包括咩咧？我哋就估啊照講啦，你哋又估啊照炒啦，晏晝啊飯啊照食啦，夜晚黑電視照睇啦，星期日咪馬咪照跑咯，咁有乜特別啫？冇乜特別㗎，所以唔係咁差嘅嚇。好，你講到即係唔係太擔心個市況會跌啦，但係其實咧，我哋普遍即係投資者嚟講咧，好中意就睇住嗰個牛熊證街貨圖嘅。其實某程度上都好似有啲指示㗎。嗱，Eva 喺度一定要同我哋傾翻啦，就係最新嗰個牛熊證個重貨區分佈係點樣啦。咁可以睇翻咧，就係如果根據翻呢一個嘅牛熊證嘅分佈圖嚟講啦嚇，咁就好似感覺上呢一排咧牛證就比較多啲㗎。咁可以咧就見到啦喺重貨區方面㗎。咁例如咧就話喺26,200點至到26,500點呢一個嘅收回區域咧，就比較多嘅即係重貨區啦。咁其實又反映啲咩咧？會唔會話其實
即係嗰個被收回個風險都大，可能預示翻咁啊短期有翻個調整咁咧。其實睇翻咧，如果話用今日收市價恆指嘅收市27,000附近嚟比較咧，其實講緊26,500咧都有500點嘅距離。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其實咧尋日咧個市咧就坐咗落去嘅，咁啊錯散咗中間咧都幾高階貨，講緊26,500樓上嗰啲咧，其實都係被收回晒㗎啦。咁當刻咧，其實喺尋日個市況咧見到咧都有資金咧係流入啲比較進取嘅條款，講緊就係可能得翻100-200點收回距離嘅牛證身上去做一個搏反彈嘅部署。咁跟住咧就收回咗之後咧，今日翻嚟咧個市反彈之下咧，咁啊見到咧就好似個距離就遠翻啲啦，即係最低最近嗰個收回水平喺26,500啦。咁即係距離個現貨價咧就仲有500零點嘅距離。但係唔好忘記，其實近排嚟講咧都有機會咧會比較反覆啲嘅嗰個波幅。咁就都唔好話揀得太近咧。其實即使咧我哋見到咧當個市回落嚟嘅時候咧，投資者有得揀都係衝晒落去啲最近嘅收回水平嘅牛證。咁即係要注意啦，呢一個可能就係比較適合咗個即市嘅部署啦。咁如果真係諗住持倉過夜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建議翻啦，揀翻啲距離咧有1000點距離附近嘅，因為都避免翻一個可能係會裂口高開或者低開嘅情況，咁會比較即係審慎啲啦。呢一個部署就好，其實即係牛熊證都幾多嘢要留意翻㗎，係嘛？有啲唔同嘅嘢㗎噃。嗱，又有收回價啦，或者有價格比較啦，跟住仲會咧就係衍生到發行人開價方面又即係夠唔夠積極咁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因素都要留意翻嘅。但係會唔會話其實牛熊證嗰個風險咧就係比起認股證嘅風險就為之高，因為會被收回啊嘛。同埋阿 Sir 都講到咧，即係近排個市況好似都幾波動下㗎喎，有時候啲股份突然間一開始會裂口高開或者裂口低開，咁被收回都唔知咩事咁喎。sorry 啊，其實咧，阿 Eva 頭先你提到一點咧，就好重要嘅，就係咧，牛熊證咧最好買啲區域係遠少少㗎嘛，咁係保障咗投資者自己嗰個風險嗰邊承擔係降低啲，尤其是而家呢1分鐘不明嘅情況之下，應該係更加係咁做，係咪咧？係冇錯，咁就頭先都提過啦，其實就唔好話揀得太近嘅。咁頭先 Jan 咧就問個問題就係話輪同埋牛熊證去比較啦，咁邊一樣風險高啲？其實兩樣係唔同嘅產品嚟嘅。首先要明白咧，牛熊證咧就有個收回嘅機制，咁呢個收回咧一掂到咧就會係被停止㗎啦，即係就算話之後個正股係行翻啱你預期個方向咧，都唔會再復牌嘅。呢個係牛熊證嘅其中一個特性。咁所以演化出嚟其實佢嘅槓桿提供得咧會比較高啲嘅。咁窩輪咧個風險咧就係要注意翻佢有個引伸波幅去影響。咁一陣間就會再提下窩輪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就兩樣產品就唔可以話比較，即係邊一樣個風險高，邊一樣風險低。最重要咧就係睇你揀嗰個條款。譬如頭先提過啦，如果話揀牛熊證嘅，揀得越近收回水平嘅，咁佢個槓桿咧越高嘅底下咧，佢風險咧相對嚟講就會越高嘅。咁啊第三個 point 講到就係話發行人開價方面嗰個積極性㗎。咁即係如果咁波動嘅話，咁會開價方面比較即係保守啲咧？都要睇翻咩條款。如果話即係比較近啲嗰啲咧，我哋發行人都要反映翻個對沖風險嘅。因為如果話嗰個收回價距離現貨價講緊可能得翻幾十點甚至100零點咧，嗰個收回風險比較高嘅底下咧，發行人咧嗰個對沖嗰個風險會比較大嘅。咁所以佢咧有機會咧個買賣差價要擺翻闊啲，咁去即係反映翻嗰個對沖嗰個風險喺度。咁當然如果投資者大家見到發行人對呢一隻牛熊證有個比較闊少少買賣差價情況咧，咁就自己要衡量翻啦，即係要知道我入市之前已經知道嗰個買賣差價比較闊嘅，咁你就要知道你承受呢一個風險。因為其實有啲投資者未必識得睇發行人嗰個擺盤嘅，即係會以為佢哋擺一格，咁但係其實咧有機會咧就係發行人其實已經擺闊咗，但係中間有其他啲牌擺喺度咧，咁啊令到人哋以為覺得佢係擺一格，但係當中間嗰啲牌掹走咗之後咧，點解你突然之間變咗4-5格啊咁樣？咁所以咧就要認清楚究竟發行人擺價擺喺邊一度，去即係入市之前要即係衡量翻你承唔承受到呢個買賣差價嘅風險啦。我想問一樣嘢嘅，其實我每日去分行講座咧，都有啲人咧係問到，因為當然知佢哋梗係炒埋你㗎啦，你嘅衍生產品啦嚇。咁佢哋問到，喂，個市突然間高開500點，你估會點樣咧嚇？啲發行商咁我諗
老實講，發行商咧都幾頭痛㗎。嗱呢一點咧，由你嚟講下啦嚇。其實都會嘅，因為如果話裂口高開或者低開咧，係我哋發行人係要承受埋係收回咗之後嗰啲風險係啦，嘅。冇錯啱啦。譬如投資者，我哋而家發興出嗰啲恆指牛熊證咧，收回價同行使價咧係100點嘅。咁最盡咧，投資者就係承受緊100點嗰個風險啦。係。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真係裂口開500點，我哋要食埋後邊嗰400點嘅。哦，都幾咁所以辛苦喎。即係我哋都即係需要承擔呢一個風險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唔緊要啦，即係我哋都係要解釋翻俾投資者知，咁就揀嘅時候咧，就盡量揀翻啲，即係除非你話你買入嘅時候你冇理由預你會被收回㗎嘛，咁所以就揀嘅時候嗰個收回價係好重要㗎。好啊，其實即係都見到咧，就窩輪啊或者係啲認股證嘅市場其實都非常之活躍啦。咁啊，你啱啱咧都講開就係話點樣去揀一隻牛證方面嘅情況，我哋可以睇下咧就係近排嗰啲成交個表現先啦嚇。咁就係見到啦喺牛熊證成交咧，其實即係比較多嘅資金咧，就係恒指方面嘅呢一個咧就係牛熊證，但係反而咧喺窩輪市場咧就個情況就唔同咗㗎啦。咁啊，似乎咧比較多資金咧都係一啲喺個股方面㗎，例如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平保或者係港交所嘅，好似咧就係見到排第2位嘅平保方面啦，咁佢佔嗰個嘅準窩輪成交咧就有1/3㗎，咁啊港交所方面咧就佔咗1/3嘅都係。咁我想問下就係好似比較咧都係嗰句喎，炒股唔炒市，咁啊比較咧就係留意翻一啲嘅個股藍籌身上嘅喎，咁啊呢個情況會唔會都係持續住啦 ，Eva？係咁，我哋睇翻咧，其實近排嚟講一個市場上喺窩輪市場方面咧，其實都見到啦，個股嘅窩輪嗰個成交個比例咧係大過以前嘅。如果即係講翻之前咧，其實恒指佔上成個大市窩輪市場方面咧，都會有2成幾嘅成交啦。咁而家就跌到去1成半左右。如果話輕輕睇翻，其實頭2隻個股嘅相關資產嘅窩輪啦，佔上窩輪市場咧去咗2成半㗎啦。咁睇埋落去，加埋騰訊啊同埋匯豐嘅話咧，其實都超過3成幾嘅成交咧，都係喺呢4隻嘅個股嘅窩輪身上啦。咁所以其實近排嚟講，見到咧資金咧喺窩輪市場上嘅選擇咧，比較傾向做一個即係個股嘅部署為主咧。即係唔好話即日先啦。咁其實持倉過夜咧，都係以個股輪比較多人部署嘅。好，個股輪我見到排第2位就平保啦嚇。咁我一定要問下郭 Sir 先啦。咁不嬲呢啲中資金融股咧都係阿郭 Sir 你至愛啊。投資者打親嚟話，有咩好買啊？你一定就話，一係中工建農或者係啲內險股咁樣嘅。咁啊，既然係咁，不如我哋傾下隻平保先啦嚇。嗱，內銀股咧就有啲消息咧就話混改啦，但係好似內險股咧冇乜特別嘢啊，個走勢都比較悶少少喎。幾時先有翻個突破咁咧？幾時先有突破？其實一早都有突破啦。嗱，大家有冇留意到啊？平保咧過往喺個低潮嘅時間係50幾60蚊嘅啫嘛。其實60零蚊係都反覆咗一段時期㗎啦。之後咧個升浪開始咧，佢就一步一步咁樣向上行，最終係突破咗100蚊，咁咪81啊、82啊咁樣啦。其實咧仲有一個10中10嘅紅股，咁上升嘅勢頭咧，主要嚟講都係睇基本因素，呢個真係好老實講，因為佢平保佢嘅基本嘅業務咧，其實嘅增長係亮麗㗎，加上金融業開始慢慢受惠於政策嘅拉動咧，市場亦都睇得比較正面。例如好似平保亦都有啲銀行嘅金融嘅業務啦，咁啊整體嚟講咧，如果業務嗰方面嘅發展咧，平保咧係比較多元化㗎，係多過國壽㗎。咁股價嘅表現咧，大家咧亦都係差唔多，因為國壽咧我記得咧係大概19、20蚊到最高40蚊咧，佢都升咗1倍㗎啦。但係平保由低價上嚟咧，一樣升咗1倍。其實有唔少嘅投資者咧，一路買平保咧，作一個中線嘅部署咧，其實喺呢個升浪當中咧係賺到錢㗎。咁更加多嘅咧就係一路都持盈保泰，咁唔緊要。平保如果係價錢貴嘅，你咪買發興嘅產品咯嚇。咁總之就刀仔鋸大樹。不過近期嚟講咧，可能喺個高台咧有少少反覆，因為事實上恒生指數成分股如果受到個大市嘅一個高台嘅消化而有所技術上嘅調整咧，你所有成分股都無一幸免，但係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一個中期調整完咗咧，一跌就有排跌。呢陣嘅市就算落咗嚟都好咧，
其實揾到個技術防守性嘅支持之後咧，喺資金拉動之下咧，好快又行翻上去㗎啦。所以中期後市，你問我咁多隻壽險股睇得最好邊隻咧？第一首選嘅我都係平保。係啊，郭 Sir 你都講得好啱。因為睇翻其實喺窩輪市場方面咧，喺平保嘅輪咧都係比人壽咧比起之前嚟講係旺好多，多好多，同埋願意坐貨過夜多好多。咁因為如果話即係兩隻內險股去比較啦，平保其實咧個正股走勢一路向上尋頂嘅時候咧，啲資金咧都唔會話流走平保嘅 call 輪嘅，都繼續會追佢嘅 call 輪咧，係繼續即係有一個睇好嘅部署咯。即係長揸會好啲嘅喎，所以如果買佢相關嘅輪嘅話，應該話啲即係年期長啲嘅咯喎，咁啊投資者都要留意翻呢一點。因為就係睇翻即係個策略咯。如果話真係諗住長線持有嘅、中長線持有嘅，就適宜揀啲長期啲嘅窩輪。因為我哋其實睇翻咧近排嚟講咧，見到市場上咧有部分啲資金咧都傾向有時揀啲係比較短期嘅平保嘅 call 輪。短線資嘅。比較短期啊，其實而家講緊6月啦，咁有啲揀緊啲7月、8月，其實得翻個零2個月到期嘅短期輪。咁要注意翻個風險，即係唔係話唔揀得短期輪槓桿比較高嘅，但係就要注意嗰個時間值損耗嘅問題。因為睇翻其實如果話係一啲短期7月尾到期嘅咧，時間值損耗每一日咧係2%嘅。咁如果你話揸10日8日啦，咁都已經去咗輪價嘅2成幾㗎啦。咁除非你話真係平保有一個即係繼續好大嘅升幅可以抵消呢個時間值損耗啦。如果唔係，其實嗰個風險會比較大啲。咁除非話真係諗住短線嘅做一個短線嘅部署嘅話咧，就可以揀啲短期窩輪。但如果話唔係嘅，即係對平保一個中線啲嘅睇法嘅話啦，咁啊適合揀翻啲年期比較長啲。咁由於個時間值損耗咧，相對嚟講比較溫和啲嘅。好，呢個策略又可唔可以套落去港交所咧？因為港交所方面咧，又係嘅喎，好多人都係中意長揸㗎嘛。咁啊，嗰個策略又係咪一樣咧？阿郭 Sir，不如聽下你分析下港交所方面㗎啦。好多人都想了解翻，仲有冇可能見到即係4日升100蚊呢一個嘅奇蹟咧？因為而家仲憧憬緊深交所啊嘛。即係嗰個I mean深港通啊。咁樣講啦嚇，4日升100蚊咧，我覺得咧就比較難啲。如果大家諗翻咧，港交所150、160、170蚊係整固咗好耐㗎，突然之間嘅飆升咧，其實嚟講咧，或多或少咧都同一啲咧追落後嘅基金咧係大手去追貨有關㗎。但係無論你280、290、300蚊或者310去買港交所都好咧，你都係睇咩咧？睇未來深港通啊！香港呢邊嘅成交金額咧係可以去到3000億啊、3500啊、4000啊，甚至乎4500億。嗱，有一個數俾大家參考下，香港嘅股民咧有啲就話200幾萬，我就當你中性少少，150萬個，150萬個唔少㗎啦，耀才都攞咗1/10咁滯㗎啦，係咪？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內地嘅股民咧係超過2億㗎啦嘛。咁2億嘅股民，如果你話資金南下或者係有一個嗰個資金係由深圳又好、上海又好啦，嚟到香港去炒賣一啲佢哋喺上面買唔到嘅股份，上面買唔到嘅股份梗係有啦，咁啊港交所其中之一隻啦。咁嘅話咧，當其時咧個勢頭會好明顯嘅喎，而且只要有1% 嘅人係落嚟嘅話咧，已經係覆蓋咗我哋所有嘅香港嘅而家嘅一個投資者㗎啦。咁所以咧未來嗰個市況嘅交投咧，可以預計咧係會好燦爛㗎。而家買緊港交所，根本上就買緊半年後、9個月後深港通之後個市成交咧係有3000、3500、4000億㗎啦。所以對港交所咧，我係睇得相當好㗎。不過咁升得咁多，個市亦都6月份有少少形態係屬於一個高台嘅反覆，所以港交所股價咧都會有一個幅度嘅反覆㗎。大家睇睇下311蚊嘅回落去到近日高位咧，低位咧大概落翻咧約莫係20零蚊到，我唔覺得佢太多㗎。即係每一次咧有個調整咧20蚊或者30蚊到咧，之後一個抽升咧，佢往往都係會創新高㗎。短期暫時嚟講係會有少少整固，但係港交所中期走勢咧，我認為佢咧一樣係升市嘅領航股。4日升100蚊我就唔敢講，但係4日升20、30蚊嗰啲，我相信亦都會出現㗎。阿 Eva 你睇法點啊？係啊，啱啊。咁啊，其實頭先郭 Sir 你都提過啦，港交所咧就喺之前復活節假之前咧85蚊、87蚊咁樣好耐。咁其實嗰陣時咧喺窩輪市場咧，港交所啲輪咧場外期權引伸波幅咧係做緊20零嘅啫。咁但係復活節假之後咧，咁港交所就4日升咗100蚊啦。咁
引伸波幅咧就抽得好犀利，抽到去40甚至50幾嘅，咁一個 double 嘅咯喎已經，一個 double 上嚟咧，咁其實咧啲輪咧成嗰個升幅都相當驚人嘅。咁我哋都見到有一隻咧即係港交所嘅窩輪咧，由9仙幾咧升到去11蚊嘅，100倍嘅升咗。咁就其實有啲投資者就會覺得嚇你槓桿都冇去到100倍啦，點解會升足100倍咁多嘅咧？咁就係因為個引伸波幅抽升埋。咁其實炒輪咧最有利嘅情況就係咁樣啦，正股又行啱方向，加埋引伸波幅又啱咧，咁佢嗰個升勢咧就會好犀利嘅。咁呢兩樣情況底下咧，炒輪咧就會賺得多過實際嗰個。但係咧而家個波幅少咗喎，咁如果你個正股即係港交所已經冇再出現話4日100蚊啦，咁個波幅少咗，咁相對嗰隻輪嘅引伸波幅亦都少咗啦。咁我哋成日話個窩就會即係縮咗，最大問題個面值都少咗。咁點樣留意翻呢一點咧？Jane咧講得好啱，就係個引伸波幅咧就係真係回落咗好多嘅。咁而家暫時嚟講咧就係做緊大概40左右啦，40樓下啦。咁其實比起頭先我提過50嗰個水平咧，都回落咗好多㗎啦，10幾個波幅點。咁但係比較翻再之前啊，頭先話20零嘅時候，其實仲有10幾20個波幅點落㗎嘛。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下調嘅風險咧，都仍然係存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一路都有提住啲投資者，即係喺港交所嘅 call 輪選擇方面咧，唔好揀得太過價外，因為咧始終咧仍然係面對緊一個風險咧，就係個引伸波幅咧有機會咧係會回落嘅。我哋曾經見到咧市場上咧有啲成交活躍嘅港交所嘅 call 輪咧，有啲投資者揀到去400蚊行使價。而家港交所做緊係300蚊樓下啦，咁啊仲揀啲400蚊，甚至咧有啲可能即係覺得比較有堅力啲咧，揀啲行使價388蚊，港交所揀388咁樣，咁就要留意翻咧。其實揀得太價外嘅話咧，引伸波幅一回落嘅話咧，對呢一批好價外嘅窩輪咧個敏感度係比較高啊，個影響比較大啲㗎。如果一旦咧引伸波幅回嘅時候咧，呢啲價外輪咧嗰個影響咧會好大嘅。咁所以一路咧都係提住大家啦，就唔好話揀啲咁價外嘅選擇。即係可能要揀啲貼價少少㗎啦。咁我又有個問題啦，而家即係可能7月1號咧就話深港通有啲即係更加多嘅細節會出嚟啦。咁啊港交所一定係最受惠嘅一隻嚟㗎咯喎。咁如果要因為呢個消息部署翻港交所，我想問佢嗰個嘅股價走勢會唔會話即係好波動啦？咁係咪又會揀翻啲貼價啲啊？定還是有其他嘅選擇咧？又如果咧港交所嗰個正股嗰個波幅咧係大翻嘅話咧，其實咧引伸波幅咧又有機會上升翻喎。因為其實咧引伸波幅係反映緊嗰個正股嗰個幅度嗰個範圍嚟嘅，就唔係話嗰個方向。有啲投資者會誤會嘅，以為咧港交所升咧引伸波幅就會升啦，港交所跌引伸波幅跌啦。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誤解啦，要注意翻。如果咧即使係引伸波幅咧有急跌咧，佢個引伸波幅都有機會上升嘅。就係原先咧，譬如30-20蚊嘅上落，突然變咗100-200蚊嘅上落，咁引伸波幅就升啦。但係當之前100-200蚊上落，突然又變翻20-30蚊咁樣好窄幅咁樣徘徊咧，引伸波幅就會跌嘅。咁但係頭先Jane咧就講過啦，如果7月1號咁有啲消息去支持港交所繼續會變翻一個即係有波幅性嘅底下咧，咁佢引伸波幅咧就唔排除咧有機會係會有一個即係向上或者係高位反覆嘅情況啦。講開波幅，真係另外一隻要講埋先啦，就騰訊啦。呢隻又真係冇乜波幅喎佢。嗱，正股方面，大家都話即係佢科網股就係即係科網股當中嘅公用股啊。好防守性好強，咁啊冇乜特別咋，嗰個走勢亦都好悶啦。阿郭 Sir 呢一隻又係啦，同一個問題，咁究竟佢幾時先有啲突破咧？係咪你都話嗰句升咗好多啦？而家暫時都要唞唞先咧。係咯，你話係咪升咗好多嚇？啊，騰訊咧係1開5嘅喎。如果你講緊係150幾蚊嘅騰訊咧，相當於舊價700幾蚊嘅啦。嗱，順帶一提嚇，匯控咧而家恆指成分仲有11%。去到今年9月底嘅成分比重咧，將會下調到得10%。咁但係喺匯控嘅一路嘅成分比重由15啊、14啊、13啊、12一路下調，你嘅恒生指數一路向上升㗎嘛，最高去到4月27號嘅28,589點啊。點解咧？因為騰訊啊嘛，恒指成分裏邊咧，騰訊而家咧都係佔緊9.66%，即係話咧，你匯控唔肯行嘅，騰訊就要升多啲。你況且以而家騰訊咧，雖然話市盈率咧去到40幾倍啊，但係佢嘅業務咧仍然處於一個增長嘅優勢㗎。咁即係話咧，高台咧係會有少少整固，因為早前嘅上升嘅勢頭咧係比較明顯啦。如果我冇記錯咧，300蚊嘅騰訊都唔係好耐嘅事情㗎咋。眨眨眼就400，眨眨眼就500，過多2個就600幾，跟住一開五又升到上去150幾。
即係話咧騰訊嘅股價咧係升在前，所以而家處於一個高台嘅技術上嘅整固之中，但係咧大方向都仲係繼續向上行，大家千祈唔好睇淡。雖然估值係高，但係咧將會有更加高嘅估值，唔好忘記喎。內地嘅基金嘅互認啊，資金嘅南下都會咧助長咗騰訊嘅優勢，因為裏邊買唔到㗎嘛，係咪？好，騰訊嗰啲認購證其實有兩種嘅喎，據我所知，啱啱阿 Sir 你都提到啦，就係分拆之前啦，同埋拆咗之後㗎嘛。咁啊，其實有咩分別嘅咧？有一類咧就係話即係拆股之前上市嘅一隻嘅輪嚟講咧，佢嘅換股比率咧就係20:1嘅選擇啦。咁如果即係拆股之後上市嘅輪咧，佢嗰個換股比率咧就係10:1或者係100:1嘅。嗱，最大嘅分別係咩咧？我都即係幾難選擇，完全係睇翻你個人嗰個部署策略㗎。嗱，如果換股比率係100:1嘅話咧，佢嗰個窩輪價格咧就會比較低啲嘅。冇錯。咁啊，投資者嘅角度咧就話可能入場費咧就低啲啦。咁但係如果揀一個可能10:1嘅，咁佢嗰個敏感度咧又會高啲，或者可能直播率又會高啲。咁點樣取捨咧？好啊，咁解釋下啦。其實喺正股咧喺分拆之前咧，市場上咧普遍就係以100:1嘅窩輪為主。咁唔係分拆拆細之後咧就變咗咧嗰個換股比率咧就係除翻5啦，咁就變咗20:1嘅。咁而呢一批嘅20:1嘅認購證咧，其實都市場上剩翻就唔係好多嘅，咁慢慢咧都會係到期㗎啦。咁所以咧而家市場上暫時咧最多就係以10:1同埋100:1嘅 call 輪選擇為主。咁睇翻其實都要配合翻個策略啦。如果話見到咧，其實市場上咧100:1嗰啲輪價係會細啲嘅，咁就有啲投資者就會覺得輪價細啲，咁我可以買多啲啦。咁但係有機會咧，可能咧就係買咗隻咧年期好長嘅，未必係心目中想揾嗰個實際槓桿咁高嘅選擇。咁反而咧一啲10:1嘅騰訊嘅 call 輪咧，我哋見到喺市場上咧普遍呢個年期就比較短啲，提供嘅實際槓桿咧就比較高啲嘅。如果以一批咧中期價外嘅10:1嘅騰訊嘅 call 輪選擇嚟講咧，個實際槓桿咧係去到7倍至8倍左右。但係如果話用100:1嗰啲年期比較長而價外嘅選擇嚟講咧，個槓桿咧係大概3-4倍左右，咁所以都有一半嘅相差㗎咯喎。咁如果話單純用嗰個窩輪價格去揀嘅話咧，未必會揀咗你心目中想要嗰個選擇，反而咧就要用嗰個條款去揀。譬如你話我諗住咧睇騰訊咧會有一個好嘅表現，我想揀啲進取啲嘅條款嘅，想揀啲實際槓桿比較高啲嘅，咁就會去揀嗰啲短期啲，換股比率係10:1。雖然話10:1嘅騰訊 call 輪咧嗰個面額係高啲，有啲去到7毫幾、8毫幾紙嘅，個幾都有嘅。咁但係咧就唔好話因為佢個幾覺得佢好貴，反而咧係要睇個條款同埋睇個引伸波幅。買賣窩輪咧係睇個引伸波幅去反映嗰隻窩輪貴定平嘅，並唔係用嗰個窩輪價格去衡量佢貴定平，要用翻佢個條款去衡量翻嘅。咁即係個時候可能都會揀翻10:1喎，即係敏感度都會高啲啦。嗱，暫時嚟講都係10:1㗎啦，因為我亦都想問阿Eva，咁其實咧有部分嘅即係客啦嚇，佢哋咧就入市嘅時間咧，其實佢真係冇辦法。嗱，你講得好啱，一定要睇條款，但係佢哋咧可能咧就唔係睇條款，睇個窩輪價嘅，哇嗰隻毫零紙喎，薄啲。喂，呢個冇錯喎。嗱，如果毫幾紙嘅輪突然間拱上去2毫紙，去50%喎。係咪啊？但係佢拱上2毫紙咧，嗰個幅度要正股升得比較多，佢先至可以去到2毫紙。就唔好攞住毫幾紙嘅輪價咧，就當係啲正股啊，啲4、5線股，哇毫幾紙升上2毫幾紙咧，哇有50%賺喎，因為嗰啲細價股正股咧。係有好多因素支持，但係呢啲輪價咧一定要睇正股。冇錯，冇錯，啱啊！好。OK， 講咗咁耐，嗱，我哋又講咗一啲嘅個股藍籌啦，大市阿 Sir 你又講咗啦，好似未輪到 A 股方面喎。咁啊，不如睇下 A 股方面啦。嗱，上證指數咧今日而講啦，就收喺5121點嘅，上升咗咧就係15點。A 股方面又點樣分析啊？而家即係 MSCI指數嗰方面暫時未納入呢一個新興指數啊嘛，我哋講緊，咁會唔會短期都有翻個調整嘅風險喺度咧？嗱，事實上嚟講咧，嗱先講 A 股咧，就一定要睇個上證嘅走勢。上證咧喺5月8號啊，曾經見過4099點，咁啊之後咧一路升，去到近日嘅高位，其實近日都係呢1、2日嘅高位5160幾5點咧，其實已經升咗咧足係超過25%㗎啦，去到1065點，咁你5164點，你嗰個勢頭都仲係喺個高台嚟㗎嘛？因為今日嘅收市仲係5100點樓上，
即係話咧，只要上證唔跌翻穿5000點樓下咧，佢咬住個高台唔放嘅形態係冇變到㗎。關鍵喺邊度咧？嗱，中國經濟係要靠內需、靠固定投資，咁啊出口對經濟貢獻好微㗎啦。你要內需嘅有兩個條件，第一樓價一定要穩定，負資產邊個肯係使錢啫？第二資產價格穩定之餘咧，股市上升就啱晒啦。因為股市升就有財富效應，有財富效應絕對係可以刺激到消費，從而拉動個經濟增長。咁即係話咧，國策咧本身就係有個扶持嘅效應喺度，係願意睇到 A 股升，不過升得太快嘅，咁證監都會出聲啦。但係大致上都係向上行㗎。而家短期嘅目標咧，我睇個上證指數咧，直望咧係2008年1月14號高位5522點。有啲人甚至認為咧，今年內咧上證指數咧係可以突破07年嘅高位6164點㗎。咁啊講真句，滬市而家咧係25倍左右嘅市盈率，以一個13億人口，中國嘅經濟正在處於一個係政策扶持之下嘅發展嘅形態當中咧，25倍市盈率咧係俾得到嘅。我就睇法就比較正面，不過高台咧難免有少少反覆。好。咁啊，既然係咁嘅話，即係其實都好 depends 你點樣去部署，你睇中線定短線或者係中長線咁樣噶咯喎。咁喺即係輪場方面又點樣去揀呢？例如我就比較即係短線嘅投資者，可能我係憧憬翻7月1號有啲咩深港通嘅細節出台啦。但係唔係喎，如果我係長線嘅投資者，可能就睇翻近排啲經濟數據比較差啊嘛，出得即係 PPI、CPI 嗰啲全部都出得比較差。可能我憧憬翻咧就係話中央幾時去降準或者再去減息，咁啊可能年期就長啲，咁就有唔同嘅部署策略。咁喺揀輪方面又點樣即係去留意翻？我哋睇到喺窩輪市場咧 ETF 啦 A 股 ETF 嘅資金流咧，其實喺2822或者2823嘅身上咧，資金咧普遍傾向咧中意坐為主嘅，即係比較持有個時間比較長線啲。咁所以咧過夜資金咧普遍揀緊啲咧係10:1年期好長嘅2822或者2823嘅認購證。咁講緊啲2822啦，或者我哋特別講下，咁就市場上咧其實有啲咧10:1嘅2822嘅 call 輪選擇啦，去到2018年先到期嘅，講緊2018年都成2年期嘅咯喎，咁如果話睇翻2017年年底到期嘅，講緊時間值損耗咧係每一日係少過0.1%嘅，咁所以咧嗰時間值損耗咁細嘅底下咧，如果持有嗰個成本個風險咧，相對嚟講就比較低啲喺時間值損耗方面。咁所以咧就反映翻啦喺282身上咧，資金咧比較中意做一個即係長線少少嘅部署。如果話市場上其實都有好多選擇1:1、10:1都係頭先類似700嗰個嘅情況啦，1:1嘅就會個銀碼比較高啲嘅8-9毫子嘅2822嘅 call 輪，但係都有市場嘅喎，投資者都中意揀嘅，但係就策略上咧就比較短線啲，因為咧嗰類型個條款咧就係年期比較短啲嘅，中期行使價咧有啲去到係20蚊左右，即係比較價外啲嘅。咁另外一批咧中意持倉過夜嘅，揀緊啲就係年期比較長㗎啦。頭先提過到期日咧喺2017年啦，甚至2018年啦，而個行使價咧就比較貼價少少嘅選擇啦，甚至係輕微價內嘅，因為咧投資者咧比較中意咧揀啲價內輪咧去坐住咧。首先咧嗰個時間值會低啲啦，同埋咧對嗰個受嗰個引伸波幅個敏感性咧，亦都會比較低啲嘅。好，啱啱啊 Eva 你講到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價外價內或者係貼價嘅問題啦。咁我即係都睇咗啲資料啊，就話其實如果窩輪咧由價外轉為價內嘅話咧，佢嗰個爆發力咧就都幾強嘅喎，其實係點解咁講咧？爆發力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本身冇內在值嘅，價外係冇內在值嘅，佢突然變咗去穿咗佢個行使價之後變咗價內輪咧，佢中間就會有個內在值喺度啦。咁所以咧嗰個輪價咧就會有個即係上升嘅情況咧，就會嗰下咧就會覺得嗰個爆發力咧好強勁嘅。好，唔該晒先啊 Eva。OK， 咁我哋咧呢一節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大家留意翻咧以下嘅一個嘅風險聲明先啦。
好，咁我哋啦網上嘅直播環節啦，呢一個嘅投資講座就到此為止啦。非常之多謝啦，就係我哋兩位嘉賓啦。好，咁如果大家咧想重溫呢一個嘅內容嘅話，可以去到我哋官網就係 www.bschannel.com 啦。咁我哋休息一陣間先啦。咁啊，另外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另外一個嘅節目就係大時代論證下如何部署網上嘅直播嘅投資講座咧，國語版啦。咁將會喺6月18號下個禮拜四咁啊，同樣時分4點半左右咧，就會再同大家見面㗎啦。咁啊，可以留意翻啦。講者咧就係法興證券咁上市產品銷售部嘅副總裁周漢雲先生咧，會同大家去解説翻啦論證方面嘅部署策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啦轉頭啦，下一集再見啦。